另外来关心的是，台东市新园里有一间做豆腐的工厂，那像是长期排这垃圾水，而且排到这附近百外家的农园这圳沟内底，全部都是造成空气甲水质的污染，而且时间已经有6冬啊。附近的居民捌向这环保局来检举，也毋过呢，敢若轻轻甲处罚尔。最近又搁发现类似的代志，所以里面是发起抗议，去到台东县的议会来陈情，要求议会爱监督县府查明真相。伫新园部落附近的这间豆腐工厂，外观看了像一般的客家，大门是开开，涂骹看了是真垃圾。不过，互附近的居民头壳摸咧烧的，是这间工厂那像是排放废水，而且这废水是探去阴田的水沟，造成水沟的鱼仔拢死去，嘛影响附近100多家的农田、阴田的用水。目前看得出来，就是鱼仔变多嘛，还水足臭的。农田水利署台东管理处已经甲探去阴田的这条水路封起来，不过居民也是真生气。因为前6年前，因的生活就一直受到这间豆腐工厂的臭味，也有废水的影响。有甲环保局检举，环保局来查23届，一直拢验袂出来有污染的事实。早起10点，35个居民去台东县议会抗议陈情，要求县议会组成专案小组监督县府查明原因。真的是会影响到食欲，然后有时候你睡觉啊，睡到会被那味道呛醒这样。在还没解决之前。现在请县政府相关单位勒令停工。那他因为有时候去他没有排了哈，当然他有排的部分，外观上当然是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异样哈。这间豆腐工厂八岁讲有排放废水甲空气污染的情形，不过居民的感受就是感觉真无爽快。台东县几个县议员表示，会组专案小组来调查。当地居民讲，环保局若是阁唔积极来调查，公开数据，会发动更较大规模的抗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